咱头拄只有讲到油咧起价，即摆咱来看台北市的公有停车位的介绍嘛，讲要起。原本1点钟停上久是60块，即摆上悬要起到150。真侪民众就讲安尼实在伤罕嘛。不过负责单位今日是赶紧出来解释讲，起价会针对一寡较闹热停车位需求较大的区域，利用起价方式，防止有人甲车位占掉咧。 台北市的停车格真恶找，尤其一寡闹热的商圈，市府目前嘛按算对这的地区调悬停车费率。比如说有一些在百货商圈，我们的公有停车场只有60块，结果在路旁边是100、120，结果我们我们的停车场是整个爆满，排队到路外的一个状况，影响到车流，才会做这样一个费率的一个调整。 停管处表示，像西门町5米停车场、上山高中地下停车场，假日费率10点钟60块是上悬的，但是未来费率调整的结局，上悬可能到150，卖看大型活动周边的车格，像圣诞节、跨年晚会、圣诞商圈等等机动调整，主要以市中心使用率悬、周转率低的停车格，唔是全面来调整。这一个费率是25年前提的。 现在经过25年之后，我们重新做一个修订，说我们留一个比较宽的一个集距。那因为我们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一个累进的方式，现在最高60元，80、100都没看到，怎么可能会跳到150？停管处嘛强调，这个高费率的停车格，伫台北市大概会有180格，比率报到0.4%，预计3个月车新费率草案就会送到议会来审议，若3读通过，上紧后半冬来执行。记者陈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